大家知道台南是文化古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不只是人文荟萃，而且各方面更有新的进展，像今天的文学馆、美术馆等都是。那黄市长在开宴会后一直邀我，那我们的李孟彦秘书长也当过代理事长，所以对于这个馆，在由蔡总统跟赖前院长一起主持开幕，至今我就一直想来看看。那今天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安排，特别来，百闻不如一见，来也希望全国国人同胞多出来走走，利用假日看看文学，看看美术，看看台湾的美。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韩国瑜昨天上郝龙斌的节目受访说，他提到说，在防治登革热的时候，如果你提到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他一定当场落泪。可是你没有这样子讲，好像让他很失望。您怎么看？我还是请韩市长专心守住高雄，因为现在全台湾本土病例登革热通通在高雄市，不但持续在增加，而且情形令人忧心，甚至于没有看到专心登革热防治有效，却闹出所谓的小三通首航的笑话。一级主管虽然已经道歉，但可以看出整个高雄市政府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乱做，所以话也不必再多讲，应该专心治好登革热，才会让高雄市民的期待不落空，也不会让周边的城市担心蚊子登革热的疫情往外扩散。和赖前院长通过电话也约了他，那时间要等赖前院长安排好，我们会见面大家老朋友，他的心情我非常了解，这个过程我也有经验，也许正可以分享，大家可以谈谈。捐的典藏预算才不是都是捐到这个面子，所以那个院长办。现在呢？现在我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哦，还在里面。就刚才那个原点。对。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有设计3个门，一个门一个，还有旁边一个侧门，可那个侧门是假的，可是还是有圆柱。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正是在那个在民国50、60年的时候，戒严时期的时候，这边是我们行政人物，这边是当事人组。对，那当年的话，都有这样都有规定这样子。那现在当然我们就开放说分开。那这个会保存的特色，就是因为那日本的时候受到明治维新西化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建筑上面就把日本本身的传统建筑工法以及西洋的工法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才清领时期的时候都是用这样的。等一下哦，他动我就讲。今天中午88年小心哦，后面有。请人就要戴安全帽也是。这是要上境内的，上境内。我这种事情也够完呢。尤其叫一下，你的手应该是特别有感觉吧？有空间中。